美国国会的一些民主党人对维吾尔青年阿克巴·阿萨提的命运提出了质疑。据此黑报道，由民主党人麦克斯·罗斯领导的美国众议院议员向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发送了一份联名信，要求他们报告阿克巴·阿萨特的状况。著名的年轻企业家巴格达网络的创始人阿克巴·阿萨特在2016年2月参加了美国国务院领导力培训计划，回到乌鲁木齐的途中被逮捕。据今年早些时候透露，他已被判处15年徒刑。除了签署了这份信的国会民主党议员马克思·罗斯之外，参议员吉姆·库珀、斯蒂芬妮·莫芬、吉姆·科斯塔、阿比盖尔·斯潘伯格、乔什·格特海默等人还呼吁美国国务院采取行动。中美两国在维吾尔人权议题上多次交锋。先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公开演说中谴责中国侵害维吾尔人权，并称其为世纪污点。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曾邀请蓬佩奥到新疆参访。蓬佩奥表示他拒绝参访中国，认为这是公关伎俩，没有参加必要。美国政府在6月实施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制裁并取消涉及打压维吾尔人权的中国官员签证。名单包含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国、前政法委书记朱海伦等人，引发中国强烈反弹。华春莹上月透过例行记者会响应，如果蓬佩奥有诚意的话，我们欢迎他去新疆看一看，跟新疆各族人民谈一谈，了解一下新疆各族人民对他怎么看。对此，蓬佩奥接受《纽约邮报》采访时表示，他不会接受中国如同公关秀的邀请。我怀疑那只是公关伎俩，并不是真心邀请。中国违背其在中英联合声明中承诺，在香港推出港版国安法等种种行径，导致英国政府和中共关系非常紧张。最近，英国一些议员和皇家成员在考虑抵制2022年在北京举行的冬奥会。英国前内阁成员、保守党资深议员伊恩·史密斯则督促英国政府对欧委会施压，要求欧委会改变2022年冬奥会的东道国。他说，无论是中共在东突厥散对维吾尔人采取的酷刑破坏，还是强制推行的避孕政策，以及其摧毁中英联合声明的行为，都说明中共是一个独裁政府。该政府的嚣张行为令人难以容忍。难以想象自重的英国人如何去支持中共政权。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表示，中美两国官员周一进行通话，认为围绕1月签署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在问题的解决方面已有进展，双方都致力于协议取得成功。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公告称，双方谈到了中国为实现协议要求进行的结构性改革所采取的措施。这些改革将确保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消除美国公司在金融服务和农业领域遭遇的障碍，并消除强制技术转让。新华社报道，中美双方就加强两国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落实等问题进行了具有建设性的对话。继今年4月被传脑死亡后，近日再次传出消息，声称朝鲜统治者金正恩陷入昏迷。这是一名前韩国官员透露的消息。而不久前，韩国国家情报机构表示，金正恩分权给其妹妹金宇正等人。金大中时期的青瓦台国情状况室室长张成民近日对韩国媒体称，朝鲜统治者金正恩身体状况很不好，我推测他已经昏迷不醒，但还未离世。不过，这一消息至今没有得到任何一方证实。张成民还声称，目前朝鲜没有形成完整的继任模式。张成民就此问题的说法是在韩国情报官员发表金正恩的33岁哥哥尽管没有被任命为继任者，但现在被任命为事实上的第2号领导人声明后提出的。